一段段脍炙人口的京派旋律中，流淌着的是经典的形象、难忘的故事。从严兰珍到祥林嫂，从江水英到许广平，从李秀英到崔莺莺，我看过许多金彩凤的演出，一个个鲜活的形象，她那委婉中见刚劲，昂扬中显深情的唱腔，几十年来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今晚，各路弟子汇聚一幅舞台，将为大家呈现一台金彩凤舞台艺术专场的特别之作。我看过金彩凤的表演，特别是彩楼记这个人物，是他塑造的最有特色的一个形象，也是他念念不忘的良师益友黄沙亲自指导的戏。一出出京派艺术经典剧目的诞生，正是他们俩为粤剧艺术事业携手奋进的最好见证。彩楼记剧中人的甘苦与共、不离不弃的相守，也让人联想到台上台下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粤剧黄金。小弟话嘞呀！公
铺一过去，就是便探大好了。将我怎样上去呢？哎呀，娘我依扶你过去啊。你前面领路。抬头只觉红尘尽，抬头红尘尽。哎呀，现在我此事归去。到饺子啊，小弟，传小弟莫心焦，不愿就是我家园，放小弟起身来。
万岁，是什么贵妇啊？连王子都没有，是什么欢喜？这就是房子啊！这是一个土墩墩，怎么说是王子呢？这个土墩嘛，就是房子啊！小姐，不要地哭，不要地哭。现在我不哭，我这是手里没有王子。小姐，不用烦恼，待我们稍后私有发觉，把它考虑并立起，哪怕没有房子啊。可是事情只在这里，岂不凄凉啊？哎，小姐，你看此地山花土香，莫着动具，青山绿水是百鸟争鸣。你闹得很，不会凄凉，不会凄凉的。哦，小姐，门在哪里呀？这就是门啊，这是一条破鞋子，这叫做院门。好一个园门。小姐，这门外看似如此，可是这里面啊，倒是比喻一番风光哦。里面还比喻一番风光，把俺们团团这个风光嘞！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头棒痛了！你怎么不小心？我来与你敷敷痛。啊，小姐，带我先进去，双儿用手搀扶小姐。哎，小姐，来。哎，小姐，这是离门一路，进来可要低头的哦。哎，小姐。现在我进来了吗？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头可以抬起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不好不好，王子倒下来了，王子倒下来了啊！小弟不会倒地，不会倒地，只是用火烧炼过的，坚固得很哦。哟，这王子烧得好巧啊！没有梁，没有字，没有材，也没有瓦，真像一只谷子。哎，明明是房子，怎么说它是谷子？小姐，这有个药啊，什么药哈？叫做安乐苦啊。安乐苦。启部门君子守无举报，居无举案，有此图药，我安而举之，岂不是安乐苦啊？好一个安乐苦啊！现在大厅在哪里？大厅，哦，在此地。子王在哪里？子王啊，也在此地呀。那我王又在哪里？我王嘛，也在此地嘛。哎呀，现在我看你呀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笑什么啊？喏，大厅在这里，子王在这里，你的我王又在这里。地方只有这么大小，只好都在此地呀。哎呀，那真是巧极了。巧什么啊？巧的我爹娘没有接我家长，要是有，现在你看该往哪里放哟？对呀，小姐没有家长，小生没有厅堂，真是巧啊，不必取笑。现在，这个破布头又有什么用处啊？谷子，这样小，够谁吃完呢？我一个人吃也就够了嘛。哎，时间2公上了。对
事情有你我二人了。我梦真一时家口真多，紧张事哦。小姐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一人吃完，一人再吃。哟，那岂不累苦了我？哦，小姐，不用着急，等我明天买一个大的。你这样大的，也是够你我二人用了。最好了。兄弟，这些杂草又有什么用处啊？这是啥？什么草？叫做养生草。养生草。小姐，不瞒你说，这是我夜里晒的上铺啊。这是你夜里晒的上铺。真是。哎呀，秀才，那么你在这上面晒嘛？啊，我也在上面晒。小弟，晒在这上面暖和得很咯。我本是相夫，千金女，生长在虚伪金碧南国中。小姐待我情意重，秀才，你长子凌云，他日4月子，必得长远归。好彩头啊！彩头，多得小姐金口玉言，此次小姐请上随我一把，不罢也罢。此次好的彩头，岂可不罢？哎呀，小姐，秀才，哦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秀才，我了。你听，莫兰子的钟声响了，我去管在少时间你带把米饭回来。秀才，此去莫兰是路途苦远，你赶去不会落空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们是先民中后吃马，这钟声正是关在的时候，小姐但放宽心，少时间你带把米饭回来。
秀才，你要早去早回。我去就来，去就来。秀才，小弟，新娘子要等3朝以后才可以出来的哦。小等。甘于清贫的刘月娥，深明大义的严南针，温顺贤良的李秀英。金采风用他深情的演绎、细腻的表演，把中国东方女性美的内在美刻画得丝丝入扣。碧玉簪中的李秀英，可以说是金采风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。下面就请大家观赏碧玉簪片段《归宁3盖1》。孩儿，你竟然为他将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啊！今夜虽为娘动他，我要与你谈谈家人利益。是，孩儿，来。启禀夫人，姑爷差人送来书信一封，姑爷说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孩儿啦，像你刚回娘家，也许怎么是有书信来了？母亲用女儿查说。书信到来，为了何事？母亲心中并无他事。正因伯伯年迈，父身自薄，贵人读书，要我做伴，我要女儿们。谁
想你刚回娘家，多才几月，少才半月，哪有谁叫委屈的道理？母亲，好好好，待为娘书信一封，叫叶先生来通知，也就是了。母亲，官人就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我改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孩儿啊，像你家到王家，自有意愿，难道只有你不嫁，没有我娘家了么？娘。就是叫委屈的道理。母亲，娘也罢，为娘只有你是一想，明日我一早送儿转家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又何必再令女儿死送一小你？什么？我留你一小，都留不是了。女儿今日不为这公主起走，我留你一小，是要害你父亲杀我。母亲，此次杀来，你一定要回去。倘是为娘今日病死在上我前头，你也要回去不成吗？母亲，娘啊！
送去母女情。
子你代代丈夫日是虎，代代为娘人之命。你要委屈，你就委屈吧，偏为娘当初不是，当初不养你就委屈吧。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幸，
家在些事情为，我以为他定在娘家事业上，就可以一封信书将他抬，谁知他原了去又原了回，导致我流难又来太难太。先生啊，先生，像你这种水性杨花女，有何面目到王家来？今夜怎能来迎我？坐等天明下流呀！
他人已尽，见那冤家他身上的塞东带我，他今夜起飞要走爱人，我啥子叫他去爱情？那冤家是定不结好意，他把爱结。将夜中定，像他这种不心海，我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
家，他无缘无故竟抢我当做走人。想今生乃是我满月之际，理该为做娘家母女团聚，这冤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冤家而去，冤家而回，等我母女痛苦。冤家呀冤家，世界上哪有你这种？世界上哪有你这种不通情理？我生病真冤家，他懂一笑。天气寒冷，我是不与他给你，他别旁甚至他要骂我幸运离你不走，我要怪我父母养女不教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瞧女儿生气的拿着弟弟走。
生须，是郎才女貌皆乱叫。十月令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十月令貌也好，他才也高。我是可不应生心欢笑，但怎么同旁化作早晨呀到，谁知道啊，进了王家是跌倒，夫妻是受尽年少，是出娘胎18载啊，这样的苦楚，我是承不了啊！天外是母娘，从配婚外是母心命不好。
金彩凤说，她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同时，她也不曾忘记，是党和越剧院的领导给了她一次一次的机会，让她在舞台上崭露头角。有一次，我看到彩凤珍藏的一张旧照片，那是在一个小岛上，彩凤正在为一个渔民老太太演唱，因为老太太没能赶到剧场去看戏。我想，这也许就是金彩凤对所有人的一种回报吧。她把自己的真情凝聚在这一个点上，而这一个点恰恰又是联系着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和良心。
我临门，滴滴小雨当年日，王子娘亲杀情深，秋地太在赴约金，为的是吉利丞相救娘亲。天同地杀子你，真乃是娘心在不及儿生家心病。
呀。
有一个人始终陪伴着他，那个人还是黄沙。他们俩曾结伴赶赴嘉兴观看姚水娟的盘夫索夫，他们俩曾经把家中的饭厅当作最好的排练厅，在这个狭窄的陋室里，不知捕捉到了多少创作的灵感。1987年，也就是黄沙去世的前一年，他们夫妻俩又共同创作了越剧《杨贵妃》，这是黄沙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。由于各种原因，这出戏已经绝迹舞台多年，然而在金彩峰的心底里，依然深藏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。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当年黄沙对这出戏的见解吧。史之乱呢，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，它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民族矛盾。这个如果说要追究这场祸乱的责任的话，那么应当讲是君臣误国。可是现在呢，把这个罪责呢都推在杨贵妃一个人的身上，这个显然是不公平的。因此呢，不管人们这个议论杨贵妃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，但是对她在马嵬坡被缢死这一点总是鸣不平的。那么这样讲呢，并不是说开脱杨贵妃的罪责啊，我只是想呢，就说怎么样更客观的来写好这个人物。好，下面就请大家观赏杨贵妃马嵬坡自缢。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返长安哟？杨不中谁到去？杨不中谁给万岁！启奏万岁，杨丞相已被了郡将士们处死。
他身居宫中，送过官员朝政，杨公主女他又不是你亲兄妹后谁之有安谁？只管跪地进宫，他有就往成年女色，不助朝政，只是搪塞江水，故用色配，把谁安谁？贵妃是个祸根，必须死。把谁？江上为中没人情呐，万岁顾及他穷。
妾妃都已知道了，得来相反虽拜这也是自残无奈，放你看在夫妻情分，看在大唐江山社稷，朕与你跪下万岁！你不要难过，妾妃知道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这一条路了。万岁，你是知道，妾妃从来不关于朝政的呀。万岁知道娘娘是无才的，这是无赦。万岁，朕为啥负孤此身？妾妃有罪。爱妃是朕深深的辜负你了。启奏万岁娘娘，负责供奉李子以快马送到下去。是慢，把李子呈上来。圣上，圣上。李子，爱妃，还是你自己使用了吧。高公公，谁？你侍奉万岁辛苦了。来，你来吃几口吧。哦，老奴不过，万岁亲命进贡列子是作为娘娘使用的。作为我使用的，切了李子去世，切了李子去世。了李子去世，真是死而有余，死而有余。
兄嫂负心苦，无益。若快进宫，十落在君王中无人比。从前李子一往昔，昔人从今我去。命怪一生不由己，心与难，万事非。我一生喜爱阴阳与共舞，进宫博闻朝政是与君臣无国自何来？万人自卑马要骑，三女竟成了替罪臣啊！苍天有眼，当不义。谁知晓心真意切有分离，但随他分离争辩非无才啊！无奈何吾将心头。将心头别交情。林中苦思冤何故怪爹娘不该生我容颜。谁
望爱我永远里，两人千卷不分离。皇上爱我永远里，不顾乱伦特子妻，将士们奴才我永远里。说什么吕布君王成年女色，歌舞9年，多少人支持正当国运三太张前前前前张前前才你先家我养飞。
在上海越剧院啊，金采风有一位比他小30多岁的弟弟赵志刚。提起这对姐弟，就不能不提另一出京派的代表作品《汉文皇后》了。当年已经成名成家的金采凤和初出茅庐的赵志刚搭戏，就是演了汉文皇后。也凭着这出戏和另一出《花中君子》，托起了越剧界的一颗新星，一位难得的男小生人才。提携后人，关心晚辈，这是传统的美德。金采风不仅关心自己的弟子，他对所有的晚辈都怀着一种无分彼此的真爱和关怀。耄耋之年的金采风，不顾自己年事已高，今晚将亲自披挂上阵，和赵志刚合作，一戏姐弟情缘，岁月流失，真情不变。何故是
你莫为财上孤上尘。万岁，正气是有操作官的，倒没有什么。万岁，此生王家从未操作过，但要保重身体才好。是啊，爱卿，今日寡人此房子，天下苍生家舍，耕作之间啊，一昨一晚来之不易，重复送水，实在不妥哦。7岁万岁娘娘，城门要外送来一年轻卵子，是趁着娘娘宝地请我投光庭。现在宫外候旨，快去！苍天保佑，保佑来人是我弟弟，那就好了。小民对光庭，恳请万岁娘娘。立正。谢万岁。今此人喜到了神官领，这贵人用一枚披头高原是臣陛下宝，吉利相承。哪里有缺牙龙，弟弟亲哪里有姐姐她就是神灵。怎么他儿臣是马路神？爱卿，对寡民，你进宫迎亲，可有标记之分？是啊，父爷，可有军员查明之分？是。小民父爷，可有父老乡亲为你作证呢？小民也父爷。哦，爱卿，不必难过，待国王再仔细分来。对寡民，你家是哪里？慢慢讲来。万岁，假日在清湖穷关金今年园，几岁了？年方18无数亿。何日与你姐姐分开？姐姐她12年前正着宫，从此心天空沙天。你可记得分别时的情景吗？记得，快讲。曾记得那日相提关情意，姐姐对我情意里。姐姐怎样分开的？我年幼比肩举笔，要跟姐姐到宫里。姐姐当时怎样吩咐你的？姐叫我从此要听阿母话，莫要把事莫相信。我言你，姐姐她将做小脸泪似天，讨来你病从今。阿婆端出米汤水，灵应见我把
陈光明，你可记得这位你记忆知道的事？快讲。有一日弟弟病重，我才上随姐姐街上落落去采桑，我推着上路的小事，跌破了脑后可姐姐。下上恩永难报。立足迹，泪落异乡，早晨起，我桃山岗送你，边飘了浮云雨，到头来没吵。 你。 你。
南土地，苍苍芊芊，谁心哪里？长台的机场，只为你终夜梦境枕边生，寂寂我问记你的念不想。
辛苦，京派艺术终成正果，如今已是桃李芬芳了。在今天晚会结束之前呢，我们不想再谈成果，我只想问一问我的老朋友彩凤大姐，你还有什么遗憾没有？有，我的遗憾就是黄叔过世太早了。如果伊多活几年，看到上海的变化，国家的建设，子女的成长有多好啊！对。可惜他是看不到了，但是我的遗憾。这一位大家很熟悉啊，他刚刚从香港赶过来啊，是彩凤大姐的老搭档，也是我的老朋友，也是观众所熟悉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史继华先生。这个继华今天虽然到了，那就利用这个机会也给大家说两句吧。你叫我说东，我会对你好的。国家侬对俺男女还有支持，国家侬顺帮打来阿拉批小不拉子打出来了，祝侬健康长寿，拥抱青春。我今朝呢向观众讲点心里闲话。我今朝演出呢，一定是不够水平的，因为呢，我有的20几年没上台了，再讲我年纪已经大了，所以呢，不能够达到观众的要求。这是表示我一辈子演戏受到观众的欢迎都是厚爱，我是观众当中起来的，我是离不开观众培养我，所以我今朝演出呢，是为了观众表示一点心意。如果有不到之处呢，请观众谅解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永远记住粤剧黄金，永远留住美好的回忆吧。观众朋友们，晚安。